自2025年7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意爱是甚物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上卷15章第1节到3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5章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上主找我来甲你抹油，设立你做王，伫你以下子民以色列，所以你着听趁上主所讲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要刑罚亚玛力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亚玛力人捌阻碍敌对因。但你着去拍亚玛力人，甲因剿灭，啥物都毋通留地，着将男女囡仔、婴仔甲牛、羊、骆驼、驴拢杀死。扫罗就调集军兵伫提连，点算人数，步兵20万，犹太人1万。扫罗来到亚玛力的城，埋伏伫山谷中。扫罗甲基尼人讲：恁离开亚玛力人去别位，则免我甲恁甲因做一个剿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恁捌好款待因。基尼人就离开亚玛力人。扫罗攻击亚玛力人对哈菲拉到埃及东边的苏尼，因活掠亚玛力王亚甲，杀死伊拢总的人民。毋过扫罗甲军兵留亚甲甲上好的牛、羊、牛仔、羊仔，以及一切的好物，毋肯甲因剿灭，只有毁灭遐个无路用、无价值的物件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我后悔选立扫罗做王，因为伊背叛我，无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真切心，规暝求叫上主。隔日早起，撒母耳要去见扫罗，有人甲撒母耳讲：扫罗已经去加密，伫遐为着家己徛石碑，后来挖去吉甲。撒母耳到扫罗遐，扫罗甲伊讲：愿上主赐福你，我已经照上主的命令做啦。撒母耳讲：安尼哦，我哪有听到牛甲羊在吼的声？扫罗讲：遐个是我的军兵对亚玛力人遐掠来，因为因留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其他的阮拢有甲剿灭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你踮去，我要甲你讲昨暝上主甲我讲的话。扫罗甲伊讲：请讲。撒母耳讲：虽然你看家己做美术，主兼毋是互你做以色列政治组的领袖。上主用油抹你做王，来治理以色列。上主阁派你去，命令你讲：你去甲邪恶的亚玛力人交战，着甲因拢剿灭。你是安怎无听趁上主的话，总去抢战利品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？扫罗甲撒母耳讲：我有听趁上主的命令，照伊的指示去交战，掠亚玛力王亚甲来，搁杀死所有的亚玛力人。毋过我的军兵对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中间，留上好的牛甲羊，带来吉甲，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兼以爱的烧法祭甲祭物，较赢以爱的人尊趁伊的话。你着知，听趁比献祭较好，顺趁赢过羊港的油。陪伴亲像行邪术是犯罪，自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。因为你弃杀上主的话，伊嘛弃杀你，毋互你做王。
色罗对撒母耳讲：我有犯罪，违背上主的命令甲你的话，因为我惊军兵听因的话。但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我毋甲你倒去，因为你弃杀上主的话，上主嘛弃杀你，毋互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活转身要离开，扫罗求伊的衫具衫煞离去。撒母耳甲伊讲：今日上主互以色列国甲你断绝关系，将以色列国交互一个伫你身边比你较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带领者袂白贼，嘛袂改变心意，因为伊毋是世间人，伊袂改变心意。扫罗讲：我有犯罪，请你伫父老甲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就活转身缀扫罗倒去，扫罗就敬拜上主。撒母耳讲：恁带亚玛力王亚甲来我遮，亚甲就行行行行来到撒母耳面前，亚甲讲：我死期到啦。撒母耳讲：你捌用刀杀死妇人人的囝，恁老爸的囝嘛会互人杀死。撒母耳伫吉甲伫上主面前，将亚甲斩做一块一块。撒母耳倒去拉玛，扫罗转去基比亚伊的厝。撒母耳死以前，无搁甲扫罗见面，伊为着扫罗忧伤，上主嘛因为有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王，艰苦心。上主意爱是甚物？撒母耳记上卷13章记载，扫罗无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擅自献祭，所以撒母耳甲扫罗警戒，伊的王朝袂久长。撒母耳阁指出，上帝要找合伊心意的人来做伊子民的统治者。对15章，咱通看到上主厌弃扫罗的另外一个原因，表面上和13章的理由若像看起来无共，实际上却是共款，就是扫罗无顺从上主，做伊无欢喜的事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以色列人出来击的时，亚玛力人的祖先捌对着因，因为安尼上帝要惩罚亚玛力人。这个历史爱对出埃及记17章8到13节的战争讲起。当落时，亚玛力人前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摩西派约书亚率军作战，伊和阿伦、互尔上到山顶观战。当摩西的手举悬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当摩西的手垂落去，以色列人就战败。有一个讲法是，亚玛力人的军队趁以色列人疲劳亚线的时，对后面袭击，甲落叶的以色列人拢杀死。所以，伫今日的经文中，撒母耳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的时，爱毁灭因的一切，因为亚玛力人若继续存在，以色列人将会面对生存的危机。扫罗带兵攻打亚玛力，杀灭所有的人民，却甲亚玛力王亚甲的命和上好的牛羊留落来，其他好物件也拢留地。对安尼，通看出扫罗并未顺服上主的命令。作为以色列王，扫罗也需要听探上主透过先知传达的信息。若无听探，就表示伊无顺服上主。对扫罗的作为来看，伊并无听探撒母耳的话，
因为伊无彻底执行先知的吩咐。这互我想到，现今真侪基督徒也真容易伫信仰上妥协。譬如讲，伫信仰背景无同的婚姻中，我所看到的是，身为基督徒的一边，常常妥协伫未信主的另外一半，就渐渐远离信仰。就亲像扫罗妥协伫伊内心的想法，伊简单毁灭遐个伫伊看来无路用和无价值的物件，这互撒母耳相当无欢喜。搁较严重的是，扫罗对撒母耳讲白贼，伊讲家己已经遵守上帝的命令。虽上，伊保留家己认为有价值的物件，却借口讲是要甲上好的战利品献互上主。扫罗伫咧烧战的时，敢会早就已经去贪念咧？若无，伊袂将上好的物件和精神带转来，互发现的时，搁借口讲迄是要献互上主的，这实在是无老实的行为。上主欢喜的是甚物？是人顺服的心，毋是献上上好的祭物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真重要的信仰根本。人若忽略聆听上主的声，按家己的意思行，所做一切不过是要高举家己若定。默想，当我踮教会时间愈长，学识愈济，我是毋是要谦卑顺服上主所拣选的仆人呢？当我踮教会时间愈长，学识愈济，我是毋是要谦卑顺服上主所拣选的仆人呢？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再次提醒我，你所喜悦的是顺从你的心，求你帮助我谦卑顺服你，互我所行的一切合伫你的心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